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聚水潭嚇，上市編號6687啊。公司方面咧就係內地其中一家咧最大嘅SaaS 嘅供應商喎，專係一啲企業軟件系統等等啦，少少叫做科技類嘅行業嚇。你話而家市場喜唔喜歡咧？我又覺得咧即係好似微盟嗰一類咧，坦白講科技之中咧呢類唔係最受歡迎啊。10月13號開始招股，16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，21號上市嘅發行價格係30.6蚊入場費3000蚊多啲，集資嘅金額咧20億多啲嚇。睇翻行業啦，同埋睇翻集資額，老實講唔算係細粒。咁我自己覺得咧，炒作嗰個即係幅度咧，應該係相對有限，不過都會都開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就自己去留意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